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老师最近有去耍哦，去爬山。有去爬山有，去爬山吼。啊，这是林老师翕的啊吼。听讲这2条路呢吼，啊，这嘛要选对条。我应该是选这大条的行吼。嘿嘿，迄若我会选大条的较好行吼。老师较爱行细条的哦。一般细条的路拢较水，拢会去发现一寡毋捌看过的所在。毋过虫足济，蠓仔嘛足济，我专门去遐邻做晚餐的嘿。迄个即马台湾热人不止虫，都等于用叫人讲啊，花骨个长虫啦吼。长虫嘿。长虫啥物你敢知？长虫就是蛇吗？是吗？对，是。迄个我前几工去骑脚踏车，迄路已经足平啊，像即条路，骑到一半看到一堆响尾蛇、眼镜蛇，拄好抬头安尼，惊一条。举头咧脚里拍招呼吼。嘿，对，是真正是蛇起来，真正是平路，毋是山路，是平路，足奇怪的吼。所以其实行山路真正是会当看搁较水的吼。咱今仔要来讲去天顶厝的路，因为顶礼拜讲到天顶的厝对无吼？要安怎去天顶的厝安尼？咱来看啦吼。如果你有一间，来讲有一间足水的厝要互你吼，啊，当然到要互你阵你爱去搬去住嘛吼，啊你要去？要去？看伊是伫倒啊，看伫倒一国，要坐飞机啊。你毋捌去过的所在啦吼，我讲你遮向前行，行5公里，我正手边再行5公里。了后再看到有三叉路，倒手边再行3公里，了后再行2公里后，了后看条溪啊，过溪了后再往正手边再行3公里，安尼敢行到？应该会吧，因为你讲足水啊，要安怎嘛是爱甲伊行到。但是我应该会去骑脚踏车去吧。有人伫热天踮仔行甲会中暑，可能还袂行到，已经送病院安尼。我捌用即个比喻有人讲啦吼，有人讲吼，你讲甲安尼吼，你讲几公里行倒边，正边倒边，倒几公里我早就过去啊，我根本就一条，我有可能安怎行袂到，吼。毋对吼。所以吼，一般到种行袂到时阵是免去，上个就是有人带你去，对吧？顶礼拜咱耶稣会来带咱去对吧？所以圣经里迄个约翰福音14章60节安尼讲啦吼，耶稣甲伊讲，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对我，就无人就近爸吼。你来看吼，耶稣讲伊是路。为什么耶稣讲伊是路？是因为伊去天顶的路，敢若伊知影伊去过尔，迄是安尼。遮所讲吼，耶稣讲我是路，就是讲吼，伊是一个带头的人，咱对伊行，安怎行，咱对伊安怎行，伊安怎行，对伊安怎行，迄就是路啦。所以讲吼，迄个有人讲有前厝离10公里的外面足水，伊带我去，会变我家己去，有可能会顺利，这路嘛袂啦吼。所以讲耶稣讲吼。我就是路，就是讲伊是前方，咱对伊后壁行，特别行毋对咯，对吧？伊是带路的，就对啊。伊是带路的啦。伊讲吼，伊是真理。咁你敢要听过讲人有咧教真理，讲安怎做是对，安怎做是对。有人讲我就是真理无？无有啊，足侪人拢讲安尼，我讲的就是对的，歹人拢安尼讲。歹人拢安尼讲啦吼。一般到一个正常人是可能伊袂讲伊是真理，讲我会当来教你真理，但是伊绝对毋敢讲伊是真理，对吧？吼。啥物叫活命？活命哦，是我的命。遮咱有讲着吼，即句话吼是伫耶稣吼尾顶是袂之前讲的嘛吼。伊讲吼，人拢有一个死，伊嘛会死哦，但是伊有3工后伊会再过活。对吧？对，所以是永远活。迄个
耶稣伊离开世界之前，伊佫讲吼，人拢有一个死，但是伫尾后所有信的人拢都活下，对吧？哈，要甲伊伫天顶迄个厝，对吧？所以讲伊就是活命，吼。人如果伫一般就是咱即摆讲，咱假如有信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，伫咱的生活中间会换出一种无共款的生活的方式，这嘛叫活命吼。你讲吼。我脱去旧的衫，穿过新的衫，穿过新的衫，就是有新的画面伫咱的身躯顶。是安尼。所以也说讲，我是路，是真理，是画面吼。伊讲吼，若无对我就无人就阮爸。吼，伊讲吼，如果你知影我是安尼，你对我安尼行，你就知影即个爸上帝是甲你伫地。是，所以就是。安尼对着人就对啊，毋免管伊安那会倒边正边，佮行几公里安尼，对无吼？是。等咱来看啦吼，耶稣有教导咱真侪嘛，咱大家讲，咱爱对耶稣的骹步行吼。但是遮耶稣都有讲一件代志哦吼。伫马可福音的12章啥来讲吼，恁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真力听主，就是你的上帝。来上再讲，第二会讲，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，其余的界面袂有比即两条较大的。吼，伊讲吼，虽然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活命，但是呢，早伫摩迄阵有教恁真侪律法，甚至遐律法有可能你永远无法度去记得牢，嘛无法度逐条拢去做会到。但是伊讲呢。你着爱真心、真实志听主你的上帝，吼。就是讲啊，你着爱听厝边亲像家己，厝边有可能是甲你亲情，嘛有可能是你阮你甲伊抓做，但是你有可能无甲伊足好，但是讲呢，你爱听伊亲像你家己哦。如果你听厝边亲像家己，你会安怎样？就是有啥物好食的，拢会互伊食，对无吼？对，有啥物好耍会出来去耍？有啥物好物拢会甲伊分享嘛吼，甲伊分享嘿。是。所以就是讲，即个是上重要诶啊吼。其实要安怎知影讲，阮敢有对着耶稣，敢有行着对诶路吼？行着对诶路嘿。是，就是讲，耶稣有讲过哦，这无比即两条界面搁较大诶吼，所以是上重要诶。即两条做好啊，就是对着人啊，对。对，你着对着耶稣诶骹步，就是对着耶稣诶路去行啦吼，就是要往天国诶一条路吼。是，来讲，但是应该无遮简单吼。毋是讲咱伫《哥林多前书》6章9节才有讲啦吼。兼毋知不义的人袂先接上帝国。啥物叫不义的人？不义哦，就是伊无啥物，无遵守律法吗？上帝啦吼，咱讲吼，讲咱是因为相信来称作义，吼，因信称义，对吧？吼，因上帝的即个，啥物叫义？就是讲做合义的代志，做对的代志啦。做对，做对。所以讲，你假使无去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就有可能是无去选择着对的代志。所以吼，倒一个代志吼，这个代志有可能大家毋知，家己知啦，但是上帝知啦吼。伊讲袂得错误，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行奸淫的、做乱动的。蓝色的吼，就讲吼，伊只有讲着讲淫乱吼，伊只会讲淫乱就是讲吼拜别个上帝，吼拜别个上帝，嘛有可能咧讲着，咱遮所讲行淫的，吼拢是讲着女性啦吼，遮淫乱的嘛有可能咧讲着男性，嘛有咧讲着因当时伫犹太人伊去拜别个上帝，吼，这个淫乱，所以遮个代志拢袂使做。但是这代志有可能惊你知啦呢吼，别人毋知，但是上帝是监察咱内心的上帝，虽然别人无看到，但是上帝伊拢有看到哦。是，
就是讲，其实咱感觉无人知，但是上帝拢知。本身嘿，你家己嘛知啦吼，但是别人嘿，是咱想讲别人拢毋知，但是上帝伊嗯，一定知。对。咱诶观众朋友讲吼，脱去老我，就是甲老诶我安尼脱哦，掉。圣经讲吼，脱去旧诶衫穿迄新诶衫穿落去啦吼。嘿，是安尼，所以就是无信诶人诶，因可能就是会安尼对无吼？会像咱拄则讲诶，因会惊遮诶代志，想讲无人知，还是讲不要紧，因为其实即个世界足侪人拢去做即个代志啊，嘛无安那啊，吼，对吧？但是吼，咱信耶稣基督了后吼，咱就知影讲这是毋对诶吼。则到哥林多吼，前书6章14节讲吼，做贼诶、贪心诶、好酒诶、礼骂人诶、吝啬人诶，拢袂得着承接上帝诶国。吼，哦，即个是啥物骂？咧骂，礼骂、礼骂吼，礼骂就是咧吼，嘿，骂你知影吼，我骂去，我这人伊安做歹，会骂。礼吼，就是包括伫咒詛伊内面。嘿，咒诅个哦，称呼啦吼，就你做，这人某某人带出去吼，会叫安那样吼，讲预言啦吼，哦，是安尼，所以礼骂就是骂个做骂甲做歹听，咒就做诶，诅啦吼，有讲等下出去会叫车安那样吼，就做诶骂就对了，好，这历史人诶吼，咱拢想讲，怎个历史啊，就是讲，早咱历史有看是讲吼，有一寡咱讲抽到个税吏啦吼，伊摕无应该摕钱，吼。哦，是，离咱即摆现代吼，不只讲摕无该摕钱啊，因讲有一寡讲情绪诶历史，情绪勒索，我即嘛是哦吼。对，钱以外，佫有啥物？甲伊讲啊，你若无安那，就是看我无好，就是对我无好即类。吼，这嘛算种历史诶一种啦吼。对，伊就讲你若无看我去，我就要来创啥自杀即类诶吼，有吼，人做这吼，嘛种历史啦，种勒索吼。是，哦，这算物件。对啊，这林老师互我诶哦，讲吼，即条路听讲这会当通去迄落玉山吼，台湾上悬诶山对无？一个对，台迄个湾上来算叫玉山哈，玉山。玉山，嘿，讲要行去到顶悬上顶悬，一定要行即个路。这我应该是坐踮遮等伊，等伊落来较紧吼。因为这看起来做歹行诶，对无吼？观众朋友，你若是你敢会行？你会行到遮，你会阁继续行吗？因为过来诶路无比这较轻松哦，吼，紧是，咱来问观众朋友，有人会继续行无？如果是我啦吼，别人捌行过，我讲顶下足水吼，我都看过相片吼，有可能我会爬去啦。如果吼，我毋知这去行到尾会安怎样吼，有可能危险哦，有可能行袂转来，我有可能无爱行。看起来这雾雾呢，来吼，搁迄落足恐怖诶，看无着头前诶路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看逐个人对山诶喜爱对无？搁有感觉啦吼，对山诶感觉嘿。是，所以咱着讲着，其实到天顶诶家吼，嘛是安尼吼。咱讲这足水诶哦，你爱行即条路会当去哦，但是足少人会经即条路吼。系啊，咱来看即个马太福音7章13节吼，伊则讲，你着对迄个爱诶门入，因为透到密报诶，迄个门宽，迄个路大条，对遐入诶人多吼。咱逐个有看过吼，耶稣讲吼，恁着爱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诶上帝吼，恁着爱安那，袂使安那。我想这是简单。但是吼，心内讲简单吼，但是实际上对咱来看吼是非常困难的。你讲吼，逐个讲吼，袂使贪心。你想吼，你敢会贪心？会哦，
我来讲吼，我嘛会贪心呢嘿。讲等下我来买物件吼，有可能摕10块买物件，我毋茫个买着15块的物件。哦，这嘛贪心一种哦。咱摕10块叫人买10块物件是理所当然吼。啊，你就讲头家啊10块啊，无你加互我挂啦，安尼好无？这嘛种贪心一种啦吼。人讲贪小便宜，这嘛种贪心吼。加啊无减挣我2箍之类诶。对啊，头家你只15块歹势啊，我想分10块尔，无5块，莫摕好无？这都正常诶，吼，而且去倒一个国诶时啊，一定爱甲伊刣对半，啊，无会对不起家己趁诶钱安尼。其实吼，咱会为一寡小小诶代志吼，咱会讲啊，这若想无多重要，啊嘛无多要紧，啊，但是伊却会当慢慢互你诶心中偏去，对吧？吼，而且所以讲吼，咱想要上天国一条路，有可能是会因为。所以讲这代志，咱想简单，但是事实上伫咱生活诶过程中间，慢慢来去思考，真正是有困难诶。吼，但是咩？上帝甲耶稣讲，这困难伊嘛知咱有这困难，但是伊讲叫咱爱对伊行，今仔吼，今仔比昨仔好，毋茫明仔会比今仔搁较好。或者是上帝甲耶稣互咱的这毋茫吼。对，也就是讲，咱感觉咱想无要紧，啊，其实做侪代志拢是有要紧诶吼，咱无想着安尼，所以嘛是无简单诶路诶，吼。咱来看遮吼，约翰福音6章44节吼，若毋是找我诶爸引带伊，就无人会就近我诶，我伫末日要互伊搁活吼。咱有讲着吼。耶稣伊伫顶视面其实前学生讲足侪一代志，啊了后耶稣伊有搁活无？耶稣敢有搁活？有啊，有搁活吼。系啊，咱耶稣有搁活，啊尾仔耶稣上天吼，啊但是耶稣咱讲过，伊要搁再来吼，伊要搁再来，对吧？啊伊再来阵吼，伊讲咧有信耶稣基督诶人会搁活吼，啊无信耶稣人会得活袂？无信诶，嘛是会搁活，但是会互新嘛可以活吼，嘛可以活吼。啊，但是吼，搁活了后，就有2种无共款诶路啦吼。咱讲咱搁活人会当甲上帝、甲耶稣住伫咧天堂诶内面，啊，到处无诶人，伊有另外一个无共款诶结局啦吼，是吧？是。啊，但是这所有代志要完成进前，一定要有一件代志来完成，咱来行到这所在者。伫马可福音吼16章15节讲吼，耶稣甲因讲：恁去普天下传福音互万百姓。意思是讲吼，耶稣当时要倒来，咱毋知影，但是耶稣互咱有一个愿望，是讲吼，将这福音传遍互全世界，互普天下了后。这福音大家听着了后，迄就是耶稣基督倒地界倒来世间的时阵。对，即个福音就是讲，耶稣要过来接咱去天顶的家哦，吼，所以是一个最好的消息，就是咱过去继续另外一个生命吼，继续另外一个世界吼，是永远无死的一个世界安尼。是。啊，所以吼，这是咱每一个人的毋茫啦吼，所以咱要通到迄个上帝哦，为咱避办迄个天国吼的所在吼，就是迄个天家，咱要有一条路，就是咱来跟对耶稣的脚步行，将这福音传遍到全世界，互每一个人听着这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福音，咱就会当去期待着迄个天顶会徛家。早会来到吼，是，所以第一项会当做诶代志，就是帮咱宣传即个台语，用台语讲圣经，对无吼？会当互迄个会晓讲台语诶朋友听吼，伊可能毋捌听过福音诶吼，会当甲咱诶节目转互伊听吼。啊，咱吼伫要100集啊，今仔90集对无吼？佫剩10集，就是100集吼。啊，咱嘛要来
问观众朋友吼，你想要听什么款的主题？老师来讲一下，第一个是什么吼？来甲号码写落来哦吼。来吼，天堂的样式。嘿，比如讲天，你小想想吼，这天堂是生做什么款？有人甲我讲，伊想要知影天堂到底是生着安怎款吼？讲安尼伊较有想要去安尼吼。好，第二个。人生上困难的时刻，你咱伫这一生的中间到目前为止，你拄过什么代志，是你上困难去解决的？嘿，这嘛是足趣味的吼。咱来听看觅别人拢安怎来解决即个上困难的时阵吼。好，但我相信人拢有解决啦，吼，到都无解决，我都到即马这时阵啦，吼，人拢有解决。可以去敬上帝即个。好，所以第三个，一条奇妙的经历吼，这经历有可能是你讲是新热，嘛有可能是讲奇怪，伊哪会安尼来发生吼？这一件奇妙的经历吼。是，所以这嘛是足侪人想要知影吼。第四个，做一世人拢袂忝的代志。伊敢有即个代志哈？可以当，我想过吼，我有一世人，如果我来做好业人，我拢袂忝，我想毋对。所以咧，过遐是我可能足忝的。做好业人应该足忝的哦，伊爱管足侪钱的吼。逐工咧想讲这钱要哪袂去互人客去安尼。来第五个。若是假使啦吼，今仔是最后一天，你会想要安怎？是你会做啥物代志？是，这嘛足趣味的吼，足想要知影观众朋友你是安怎想的哦。第六个，即个吼，应该逐个人拢会去想的一件代志，讲有一天我甲上帝面对面时阵吼，我要问上帝一个什么的问题？嘿，我要经一个，我要问上帝足侪问题吼，但是敢咱经一个去问哦。敢问一个问题尔，敢问一个尔吼。嘿，敢问一个，有朋友已经写吼。伊选第二个吼，伊希望会当用台语为遭遇困难的人祈祷。哇，这赞，这真赞！这个朋友会当起来跟阮做伙分享啊，我来邀请你哦吼，等下 Facebook 来联络一下吼，多谢吼，这个做好诶，好，继续，你会当选一个主题吼，希望其实阮拢希望吼，有来甲咱支持的观众朋友，逐个人拢会当起来讲吼，100集对无？咱一个人讲1分钟，安尼找100个人诶吼，100分钟吼，无吼，咱可能无做遐尼久，但是希望咱会当找至少10几个人起来吼，会当讲看觅啊你诶用台语来讲遮个代志吼，好，阁有人会继续写哦。我想讲，我要甲伊邀请，拢毋敢写。老师，你想要讲倒一个？我是讲吼，我想要问上帝一个问题。对吼，嘿啊，问对，逐个人拢做侪问题。但是问了，毋通叫上帝讲尻川咧。袂当叫上帝讲尻川，咱诶上帝其实是做好诶上帝吼，就像老师吼，学生问啥物问题拢袂生气对无？你感觉做好，你有即个问题。囡仔甲我问题，其实我嘛袂甲伊讲尻川啦吼，应该是袂啦吼。好，观众朋友继续写吼，阮即个节目呢，希望呢，逐礼拜拢会当通逐个用台语来讲圣经，因为是节目是台南信教会含泰国的科莫基金会做伙主持的吼，欢迎你会当共阮做伙吼，来讲搁较济台语吼，100集了后，你若想要听啥物无共的，阮应该改变一个方式来讲吼。后礼拜呢，咱要来讲上帝讲话的方式。上帝甲人讲话，人拢讲，上帝甲我讲啥物？上帝甲我讲啥物？是安怎甲阮讲的？是安怎甲因讲的吼？咱会当后礼拜呢，林老师要来甲咱讲上帝讲话的方式。那欢迎观众朋友继续甲咱捧场支持、按赞、分享。多谢今仔吼，足侪人来支持吼。
好，安尼嘛，多谢老师，平安，平安。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。